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日本有10外个高中的女学生，因为疫情的期间无法度出国，所以甲真想要来台湾的梦想化作模型来创作。因来做9分仔的地楼、石岩，甲附近的10分仔的车站，参加着因日本的比赛，得到大奖。这个得奖的作品，互邀请来台湾展览，民众拢真赞叹。 年前卡高仔顶是挂甲地满满，顶悬阁有9分有古早味的地楼，黄色的灯火架卡阁有大批的游客伫遐徛。这个未输实景的模型，竟然是日本女高中生做的。両面テープのついたストローに貼っていく。架笔详细伫咧胶纸棒顶刻形。这阵日本北美学园清修高校的10外女学生，进前疫情严重的时，想要来台湾旅行，煞无通出国，就甲照想要来台湾的心情打造做模型，记录过程。 利用电纸板打造宾客铁基路甲边仔的厝，阁有9分仔的地楼、楼梯甲10分车头。台铁公司跟日本的关水金属模型公司合作生产 EMU3000的模型，那在台北车站办理展览，所以我们就邀请日本大会的作品到台湾来做展览。火车过磅空，豆豆驶入10分车头，阁会当经无同的车型，大人囡仔拢算甲真欢喜。因为我们家前面就是那个，就是有铁道。从小就喜欢火车，对不对？对。拄着中华社头铁基路文物馆复整活动庆祝创立25周年，举办台日高校铁基路模型大赛作品展，就想要来台湾嘛，正做现场上界眼目的作品。袂少人看到模型，第一时间拢唔知影是日本人做的，冇互人感受到日本女高中生出着的技巧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